来看这条新闻，有影有够喊吼，撞到这生死关头，稍等一下也不要紧。高雄呢有一个消防分队早起接到一站老大人乌卡救护通报，去到凤山一大间家厝去救。所以因为这条巷仔有较下，竟然有民众驶车无法度过，就叫讲这救护车就爱刷车互伊过。监视器画面当中，汽车驾驶走到救护车边啊，按救护人员出来刷车。高雄消防局凤山分队车早起6点外接到通报，去中山东路一个巷仔面体救援，所拄到正喊过的状况。救护车到那边，他刚好要去上班。那个人跟他说：“你可以呢，救护车可以移一下吗？我要过去这样子。”救护人员迄时阵是接到一个老大人乌开救护通报，人民员显的急救过程所被要求刷车，救护人员是刚去个无奈。同仁都在里面急救，后来他有进来，跟我们同仁叫说车子要移一下，然后当下呢，我们同仁就是做完急救措施之后，因为欧卡的患者他也没有要送医了，我们当下也就出来把我们的救护车移走。这巷仔确实较下，那对向货车或者双向拢是较大台修路车，货车就寡困难。按国民众认为救助性命上重要，这毋是要求救护车刷车的理由。救人为先，你叫车你要稍微停一下，等啊，或者是你就倒车就走了，因为人家就是有紧急才叫救护车啊。救护车驶在路，一般人会主动让车，毋过到定点了后，因为无相关规范，救护车可能会被要求刷车。也个人会怨叹消防或者是救护车的司机车伤过差，要求管起来，这拢可能增加出勤风险甲困扰。负责救灾救护前辈消防队员所拄到无合理的要求，消防局也呼吁民众互相体谅，互队员应完成任务。记者综合报道。